中长兴国小有个很特别的客语社团，运用老师的客语创作，融入山歌和歌仔戏教学，十分受孩子们喜爱。我觉得用客家话唱歌仔戏的腔调，感觉很好玩。创新的客语歌仔戏和山歌虽然很有趣，但要唱得好，比想象中困难。有时候我们去表演的时候唱破音，就是很糗，然后就是会回来再多多练习。练习我都会唱给弟弟听啊，弟弟如果说我唱不好，就再唱一次啊。等唱到好了之后，然后就来学校，然后唱给老师听。一起参加客语社团的姐弟档，姐姐张千桦总是力求完美，就是希望回到家里也能用客语和家人交谈。我们学这个客家话回去，可不可以跟阿公阿婆聊天？讲给乖操，这样我们回去就可以跟阿公阿婆聊天了。弟弟张俊奇活泼开朗，在学习中总会找到很多乐趣。就是在家，我连洗澡的时候我都会一直唱，我就把浴室当成我自己的演唱会，然后唱错说哦，大家对不起，浴室外面的人，我唱错了。就是我教他，如果我唱错音，搞不好老师教他，他发现，然后他会返回来教我。创意客家歌教学，让孩子们在新挑战中对客家母语的根也越扎越深。上课喽！唔講嘅衣錯，唔講嘅衣錯，唔講嘅衣錯。